屏東潮州的跳傘場附近最近出現一個正特別的交通路牌，頂頭三角形的標誌有畫一隻龜，下底閣寫四個字叫做"注意烏龜"。主要是因為講啊，這條189縣道煞不時就會出現一寡小動物，用路人無細緻，恐驚的就會甲搞死，所以大家就愛較斟酌咧。汽機車佇直溜溜的縣道189咧走，但是真少看邊仔的路牌，毋是畫過路人，嘛毋是限速，是隻烏龜。標誌下面閣寫着"注意烏龜"。會採這個標誌，主要是因為潮州的跳傘場附近路直車縮緊，就傳出有路殺烏龜，嘛有民眾搞着龜殼，結果去取得意外。居民講附近確實袂少烏龜。這個是大隻的，有這大隻的哦？還攏人飼的？迄嘛毋是講人飼的，算野生的。啊，即個阮這介是窟窿，伊會落去窟窿底食蝦啊。哦。啊，這個人後要窟窿咧烤掉的時候，伊會飛出來。曾經有看過，這個壓死的。壓死在這邊，我之前在馬路中間了。人家過馬路，把車就過去。這條公村路附近有陸軍的跳傘訓練場，降落的所在看道路嘛直，造成賽車、騎車的速度攏會較緊。為着降低事故發生，交通隊偵測站才佇遮採測速攝像機。不過潮州鎮公所表示，舊年開始有居民反映，路邊草坡攏會出現蛇、水雞，甚至是烏龜。賽車無看到就會路殺，騎車的人若無注意到就會跋倒受傷。縣府公務處只好設標誌提醒過路的民眾。那個號誌應該是要注意小動物啦，因為我們在跳傘場附近幾乎都是養殖跟做農業，青蛙啦哈，或是蟾蜍，或是烏龜，或是蛇都有。它會有時候夏天或是天氣比較熱的時候跑到路上來。烏龜的一個出沒哈，那造成行車安全的一個疑慮哈，警告標誌來提醒用路人一個行車安全哦。其實屏東有幾位攏有設這款路牌，像墾丁有注意回落的，車城含小琉球有注意加水龍啊，潮州這站啊，閣新設注意烏龜，除了保護動物以外，嘛是好心提醒民眾通過這個路段時，提高警覺，注意安全，才袂發生危險。記者柯炳哲，屏東報道。